来看受到张嘉义大埔的大地震，佮有地震尾影响，台南玉井一栋文化大楼的1楼条啊受损是真严重，经过鉴定列作危楼。台南市政府已经派人去进行补强，望讲互受灾户会当赶紧登去处理摕物件。嘉义台南今仔早起嘛，佮有地震尾，或者是表示讲目前有法减少，虽然无法度完全来排除讲可能会佮有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，也毋过几率已经发泄咯。 有人装涂骹，有人咧拍电锯，工人日透早伫1楼无用装滚骨起哩，甲大楼建起来，避免地震尾会阁损断大楼结构。台南玉井文化大楼受到2嘉义大埔大地震甲地震尾影响，1楼的条啊比较较严重，风大危楼红单，因为真侪住户咧摕伫的时拢袂赴提行李，工人自2暗开始补强作业，希望会当赶紧互受灾户转去出来款行李。 希望在那个中午之前会把结构性补强的部分把它完成，交给那个市政府他们那边做后续的一些那个补救加强的措施啊。池上那个都掉了啦，屋里面也是有裂开，我也不知道敢不敢住啦。不敢住，你要住哪里？ 特别过年啊，即阵煞要有路无厝，受灾户拢真无奈。嘉义台南地震尾不断，地震中心集中伫台南南西南化区，部分伫嘉义大埔甲阿里山乡。台南早起8点外时，南化甲南西拢有发生规模4以上的地震尾，居民惊灾情会搁再扩大。这些地震呢，大概都发生在这个靠近山区的地方哦。大埔地震期间呢，已经造成了一些落石或是一些这个。 路面损毁的状况，要注意到这个落石可能会砸下来的一些现象。学者认为，这届大地震要是有受到部分去年花莲大地震的影响，不过地震尾已经有豆豆咧减少，虽讲也未当排除出现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，但是几率已经变小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